议员林志聪以这张农路严重破损的图片，表示当地大坑里的农民莫讲用行的，要煞用爬来形容，根本是电影明日过后的场景。不过因为乱桥日前会勘，以无经费为理由，今年无法度修好，毛议员表达无奈。对此，乱局长伫总质询才讲会找经费优先来做，市长嘛回应无排除用救命的第二预备金来修好。咱新办的有啊，真认真真骨力，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咱的有线拢开了啊呢，爱等到明年甲咱做。这你也想我啦，我要怎回答？你叫伫遐百姓伫遐，我要怎回答？那我换一个角度，你是我，你是本事，你会怎回答？迄袂当安尼甲议员回应，因为像这录音摆到这连款的程度吼，影响到大家出入，当然来优先来处理。准无钱，咱嘛要想办法来看变会当优先来处理嘿啊。建议一个啦吼，咱的因为咱有一寡吼，市长你有第二预备金啦，伫这第二预备金内底吼，像这遮严重的道路，我毋是讲做这条。咱有灾害准备金啦，足严重，有当时可能青光落雨了，算灾害嘛吼。对啊，报无对也是安怎无注意到的，对不对吼？咱的预备金，我感觉啊，咱用是像这道路，咱也维护修护好。袂讲啊，明年度等1、2月啊爱做，发包了后都做好啊，可能3、4月啊。农民就这5、6个月规半等啊，要出入都无法度，也用水果要载出来卖，嘛根本无法度啦。我讲像这吼，咱应急的爱需处理。根据了解，淡市一档变1亿外农路维修费用，对着山区议员因评估起来，一档至少得爱5、6亿，所以现况的预算幅度实在无够，要求扩大。对此，乱桥甲主计处拢回应。市长黄伟哲就任这3档来，农路维修的费用已经增加4亿，而且逐档增加。同时，一旦有紧急的灾害，一定会优先找经费来改善。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